儿童福利联盟今年满30周年，特别办一个儿童权利的主题展览，邀请画家用画图的方式，要来让大家了解囡仔的需求甲囡仔的心声，而且囡仔人嘛有表达的权利。图内底主角表现出悲伤、转向行路的这幅图，要讨论的是囡仔的健康权。儿童福利联盟举办儿童权利主题展，透过插画图的表现，亲像表演权、游戏权等等，希望大人通更较了解囡仔人的需要。有游戏的空间，有游戏的时间，这样他可以跟他的玩伴一起玩，而且在户外的部分这样子。那你看后面这种就是黑白的部分，就是它可能呈现就是很多现在一般孩子的一些状态，透过插画的方式，大家就是可以一目了然的，就是说孩子的笑容要怎么出现。儿福联盟表示，为着让儿童人权的概念更加深入社区，因特别请插画家连接儿童的高大权利，亲像儿童的隐私权。即马网络使用手机有啥物危险，搁有儿童表达权利等等，用图文的方式，伫全台7间独立册店来展出。他们觉得是可以更容易理解，然后每一幅，他们甚至觉得每一幅画就像一本绘本一样，可以很好的去研究一下里面的画的内容。然后旁边我们又有搭配对应的主题书，那他们其实在于了解那个画了之后，可以再去看书，会更有感觉。囡仔嘛有家己的想法甲心声，册店表示，因小连续透过相关册本，消解家长认捌者的议题。儿福联盟嘛指出，囡仔人儿童权利主题展会办到12月底，希望透过深入社区的方式，让大人改变囡仔人有耳无喙的旧观念。记者陈雅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